吃不到，教室就會紅下去的棒球吃棒球王，各位球迷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展元，我是婉儀，今天來轉播賽事啦。現在選手在打擊區上了，出戲啦，兩個球場連線的射門，鬼唔來哦，全壘打得分啦。為什麼你的客家話講得這麼好？是怎麼練習的？想學客語嗎？用桃園大客家 AI 客語學習平台就對了，還能輕鬆玩遊戲，闖關學客語哦。24小時想學就學 ，AI 聊天，即時翻譯，闖關測驗，桃園太客家，天天 AI 輕鬆好哈發。24小時想學就學，桃園太客家，跟着 AI 輕鬆好哈發。大家好。我今晡日當歡喜做得來到客家天時團福起來咧，有得我緊張，主持人真緊特獎咧，該挨到了下轉到現場娛樂。哇！所有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真是轉到呢個現場吼，家下大家看到嘅短片，大家是要啲哇，今日啦大家都小解咗，當有意思，做得輕鬆學客家嘅 app 一隻東西，你係講用電腦用手機，你是做得咧學客語。一開始先來分享呢個，裏邊係嘛？咧類似突然是客家事務局嘅局長范強大基局長分享。張係主持人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係突然是客家事務局局長范強大基。分享局長，聽日就請嘅係南澳一個從良嘅個裏邊嗬，類似國立聯合大學客家學人界文創類嘅教授莊清基教授。大家好，我係聯合大學客家學人嘅莊清基，今日當方言攞嚟一位。分享兩個從良嘅個裏邊，嗬，兩個出到嘅行業有些緊張嘅，有些驚驚，唔講學得經驗嘅小個東西有點輕鬆，而且又動有意思，又動神奇。一開始咧就大家來講，嗬，大家有發現冇？你一下個戲台有冇嗬？自行動家個戲台，大家會知道，都到乜個事情，第一件事情是先問 AI， 問你個人工智慧，請問一下，今日天時用人，手機那年什麼？係冇是講，請問一下我哋下性情好，你做得本來都有建議冇？係冇什麼講，請問一下，你下有乜個國際個台新聞，乜個都做得問？你少個你都個突然台客家之前先嚟問一下，你都到人工智慧個關係好冇？從呢入水嘅人啊，當然係説兩三種肉嘛，嚇。那時會問 AI 講，你兩三種肉，你入埋相符嘅人向麼？我先是嘛哪種肉嘅，嚇你是兩種做唔得什麼嘅東西？以前呢係看嘅農民歷㗎嘛，你現在問 AI。我第一擺談到原來有英文倆誒，係啊，我所以這是真的，你係正經誒。係啊，哇！比如講有一種肉，因為是盤淺色的，因為是盤黑色的，你冇可能用啊。係頭擺喺下魚咯，因為下到鋪喺門線上，線上講下魚咯、炒魚咯，係哪裏看？你係當你問 AI 係咪？以前就講你是認聰，你做乜嘢是養樂多有冇？你淨係解喺你啊做啲問講，你係而當專業嘅線上，本來專業嘅分析技術讓你講。哇！這真的是只是不嘗試嘅，佢真的分享給你送嘅，要問嘅問題，教授有冇？我哋咪當真用 AI，因為從透過啊，因來做埋東西嗬，因來做埋嘅研究嘅 team 嘅時間嗬，因來撈教授來約時間來討論。兩萬數50，兩萬數時間撈 AI 來打嘴鼓，撈佢講來討論就做得。佢就平常是透過因來搶個因來助理嗬，比如講因為發一張賴貼圖去啦，因透過想話應該助理讓佢發，佢說助理嗬，就像是比因還冇慳。兩萬直接那個 AI 講，讓他發一張全部係行業來貼圖，就讓人發出來，就兩萬多方便。所以說發現兩個人回答我嘅問題答案非常嘅冇強啦。你係表示嘛？解釋嚟講，生態地圖你看到你從生態嘅東西都學術界其實乜嘅都得問，當然。AI 吼，你下對大部分你動態嘅便利，所以大家嘅相信吼，然後 AI 嘅關係係非常嘅親呢。不過今日大家都講嘅，開始到真的是一個突破誒吼，你翻譯講里程碑，睇到一個目標，係你買嘅東西，突然大家嘅聽能 AI 輕鬆學客語，這個是一個做得講係一個新嘅 app， 我們可以做得咁講嘛，對不對？係咪做得讓大家都了解一下你係乜嘅東西？
好，我來分享下吼，我前年來桃園客家橋的時節，時中張善政時中，伊是啷個講，伊唔係客家人嘛吼，伊是講伊也上會學客語，不過嗰時節冇一隻好嘅內容做得好，有啦，不過伊是講你係好用啦，係冇好用，好像詞典吶，係冇好，伊是講有嘅時節會當機啦，有嘅時節冇法度用，既然唔啲講係做埋冇法度，所以2024年，來桃園的時節，其實講佢當希望講有一張內容做得本幾好，佢係唔係客家人，我就有談到講，有人來講，我爸我妹係客家人，佢意思係咪？我唔曉講，所以我唔係客家人。安樣是東大松啊，你本地是客家人啊，不過你底下冇一隻好嘅內容啊，冇去學客語，所以你倆客家人倆身份是唔簡單的。愛弟，東大松，所以2年前開始，你是對想講勇猛去做一張內容出來，本大家下奉騙來學客語，就係講下奉騙做得撈客語撿回來，好，是你直接了發想。我是有了動從了的，因為家下同局長講，我特別有感受。用英講，比如講係講我上會講下，我唔會講。我爸爸媽媽喊出來時間，我被打電話，然後媽媽倆用英講，爸爸倆用講，甜頭改吃，像甜螺那不一樣，係個新創改吃，新創改吃。倆下係講，上次大家有啲嘅，唔係冇可能，就做去打電話問嘛，吼，因為可能爸爸媽媽冇出來，是冇人好問，應該倆下做啲，你直接問 AI 是做得嘅，應該，所以倆下自己對我來講動傳，所以我自己有試用，所以倆下一隻起心動念是自己是開發的，可以到倆下自己是有一隻新角度倆片，順頭倆解釋你開發嘅。團取大工程做大工程，你前年，你客家局是辦一隻黑客松，一隻比賽，張成基老師佢嘅團取就有來參加，有得獎，你經過兩隻黑客松之後，你去年是請張成基教授嘅團取來。開發兩家內容，所以教授你就帶着熱情，帶領熱情。其實當法要大家機會，因為兩家應該辦做嘅哈，其實係全球哈，提一隻 AI 嘅一隻機器人，因為呢，透過全部人嘅機器人做得用客語合法，來讓對談嚟，好兩擺哈，客家討論客家橋哈，佢就上兩度拉人討論啊，用樣板音。讓 AI 讓客語結合上下，所以因就兩隻當好一隻 AI 嘅機器人 app 嚟產生嚟做起來。咪東南走麼？這問題好像太粗淺，挺簡單，咪東南走麼？張教授當初講啲嘛？你出百人玩，嚇繞 Q 係千人玩嘅繞 Q。可能要當到自家嚟字眼好比較做一種，係冇可能係真係。千人萬就可以做出來，可能因為你做啲解決你在好好到局長面前去講一下。係，其實局長講嘅哈，完全正確哈。因為兩擺做嘅東西哈，真正可能因為本來就是該研究嘅資源哈，我們也整個都投入進來，所以講到AI 打造到按好按動聰明，當其實當到困難嘅地方啦哈，不過要對印度該。透過嘅研究已經都解決了。其實兩擺到客家橋兩位合作嘅時間，其實 N 好多動作呢，好 N 兩位 N 好多動作，而且我們 N 知道 N 係一家理想嘅實現，N 做一家 AI 機器人，做得讓人打嘴鼓，N 說動好呢，動橋，動是冇重要數。可是我也很認同，倆也互相學習，都認同倆點，因為我相信線上佢有動到嘅字眼，佢有睇到有團取，唔過因為做安樣嘅app，佢可能也突破了很多，
就是也知道說哇，跳擺可能是夢想，想要走理想，不過只是走才第一個哇，其實你走啲突破洞洞嘅難關啊，走出來。做地圖，我想聽從沒有動到嘅好些，因為對我來講，我聽從一隻動態嘅資料庫嘛，錯嗎？錯，因為禮拜未係，因為了解計劃哈，陳長地講，因為有個局長嘅編促哈，就說哦，我們有可以得到120分，因為局長改。係啊，上睇下個主持人講嘅地位治療哈，上睇個治療哈，其實係當重要一部分，因為從透過啊，咱問個 AI 嘅世界哈，問佢客家方面嘅東西哈，其實其實會前台講，因為按照 AI 嘅幻覺，哦 ，AI 幻覺，比如講你問佢嘛，個係膨風茶，啊，譬如講啊，個係台灣嘅泡沫紅茶，那個珍珠奶茶嗰度，叫佢前台講，叫佢講錯，係叫佢講錯，叫做唔係。講機講錯，叫佢前台打，叫前台人講，所以禮拜做了後，最重要嘅就講，應該一定要讓佢講錯來，嚇，佢就是唔對，所以講佢唔對啊，所以禮拜用當到治療落去，嚇，所以因為希望講，佢冇前台人講嚇，較錯嘅東西嚟，係，誒，都有意思呢，嗬，講到了大家有冇發現冇？其實係咩風采當上大家都使用嘅咋？AI 到底做得容易撈幾多大嘴股，還有當到有意思嘅內容，還有容易咧融叫物嘅功能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陣再講。歡迎做啲繞牆度，反正大家嘅劇種啦，教授喺度現場咧，大家都笑嘅。我話你下吼，兩邊做啲本大家都使用大一隻，你講 AI 吼，一隻 app， 突然睇下家庭 AI 輕鬆學客語。講到呢一片吼，你講一下，因為上台節目有講到 AI 嘅重要性，容易咧學客語，本大家做啲好簡單，是都係學習。我哋講一下呢隻內容，其實誒使用佢有3隻當重要嘅功能。不是只有一個哦，有3隻。3隻，我嚟講吼，第一隻係你做得用 AI 來打嘴鼓，吼。第二隻是延時客語嘅翻譯，哇。第3隻是你有客語嘅衝關嘅遊戲，吼。另外兩隻內容係兩3隻功能嘅，吼。亦可以是你上嘅時間，吼。本身是上講有第一課、第二課啊，樣好就進階式的學習。後來你是想講，你下你現代嘅人啊，冇按多嘅時間來學，好，意思係講，佢俺你下愛用是延時，俺要用多，而且你都個性很急，是感情動氣。不能等，對，現代人轉速太快，冇法度講啊！你營業哦，2點鐘、2點鐘，稍早上容易講，做咩個廿歲啲？錯，所以你提交功能係講，你下係 AI 嘅時代嘛，吼，你兩種內容一定會加入AI 嘅對話功能，好，你提交重要嘅事情，提二則係講你。延時使用，也是翻譯。好，你不論講你是用翻譯來問，好，你是做你用翻譯來寫詞，好，寫打字進去，你是讓你翻譯。也可以，要說的翻譯出來。比如講我打說今天太陽很大，意思係講建議你睇動來啊，動來啊，你就做得先講你嘅時間強，就係去錄強。哦，你係第2隻功能，第3隻功能係講兩種內容會好高，不能太嚴肅啦。你下你講會學，大家係講你用班到遊戲啲維度來學客語，所以你加減減係講最尾你先到兩3隻功能做你內容開發的最後的結果。我做了動重要嘅，因為我
老實講，係講像我袂用到漢語講音，人家對我來講動傳，因為是像誒，人家用音講啊，人必須會問機。你看我拿手機的動作，那你手機講，請問人家用音講，比如請問這個什麼什麼怎麼說？佢可能是從係劇中講嘅，人必須翻譯本一趟。對我來講，我個問題就解決了，因為我有功能上的需求，我有功能嘅需求，好我啲咧，咁個係講我沒有想要，就是我本來就不是，我本來是唔係講我等下係講嘛個漢語講染啊，我要去演講，係冇講我稍早應該去主持節目，我聽說用到漢語，我就是我的動機沒那麼強，所以我應該就會瞎機。錯。對，我主要是我要引起你的好奇嘛，看而家要有鈎子，還有瞎機，冇來搞遊戲。也是係講你係成音，錯，你係瞎機類。你總那講過來學漢語，第一課係乜解？挑擺幾些人用嘅，lesson one，你話提示講，你下唔係安樣需求呀？所以瞎機類，你是像鍾教授來設計講，用翻係遊戲式，你好搞，就得學習。而且你搞誒狗倉地圖不知不覺摸到地，你是學到的，有點類似潛移默化的置入，比較容易改睇腦地圖。有沒有覺得又啟動來對安樣改？動了解，又像動了解你設計改概念，還有目的，是不是？我覺得我可以是，剛才我係係講緊是，當你的容器，我像係係一張動細腦機改使用雜一個。應該是一個蠻不錯的 user 動作就開始。錯。跳下講你三台功能吼，你係你可以是上嘅，不過你歌唱當中吼，鍾教授一定會拄到動刀嘅困難。有吼。其實當初是這個劇中本來係的一隻任務哈責任，所以講，佢希望講你唔係像講溝通上當袂用嘅種。佢希望係個，比如講出社會個後生人啊、上班的人啊，哈，佢想係學了到行業世界，佢隨時大亂健方嘛，哈，佢隨時做得我學做啲差，所以講 N 人到佢就 AI 做了佢隨時做啲大嘴鼓，還有比如講你係用翻譯來問哈，其實兩萬人當家問的問題講，比如講你就講，我等一下要跟老師去吃早餐，那我要怎麼跟老師打招呼？你就是這樣子用華語跟他講，佢用翻譯到教你，好，佢就教你慢講，好，所以咧，在 AI 度做咧，隨時做咧配到你順頭，好，你用就冇個問題就問佢，好，比如講該翻譯沒強啦，哈，你隨時一團文章，因為講一團文字哈，比如講誰話佢他當選了班長，還要用客語來說一個演講稿，公然，你就把他那個逐字稿跳落去，就用翻譯沒做的，你跳落去。佢有人用客家話來講出來，所以就隨時佢都冇停住做咧，係用出來。用個啥？我就動好，我就要繼續動好，因為我其實會拄到安種個問題，是你已經用英講，頭擺其實是用劇中講的，我會去找線上字典，線上來詞典，根本上就會講。查無此字，當然 AI 也不是，因為現在佢還在進步當中，因為日來日好嘛，好，等下講來講到那邊，所以是從線上到劇中講誒，你知道在使用者，我就會覺得好棒哦，希望大家一同來上來講下，都本意其實就得讓你教你用英講，不過大家有發現冇？我講你基本帶來啲細細個，你講海報吼，所以看到兩個很動電影小個，你講從你動漫嘅音樂，兩個係特別設計嘅，好冇？其實你有兩個人物哈，跟按到而家按到啊哈，而家按到艾卡，好可愛，當電影下係名誒。其實劇中可能唔啲哈，你一名哈係佢個客家劇嘅，個後生嘅個後生已想嘅出來。啊哈，呢個 AI 來拆開來哈，一隻 A 一隻 I，還有客家咪拆開來。客家拆開變哈，然後卡，所以 I 到卡強係變艾卡，因為叫愛客家嘛。I 卡，愛客卡 ，IK 那個什麼啊哈係，啊哈所以 A 到哈強了，因為啊哈 moment 嚟講，就在做很多創意的時候，因為啊哈 moment 動重了，就講 on 了啊哈。其實你係記得後生，那個哈也是 H， 就是 HA， 哈嘎的那個前面兩個，我覺得這真的超有玄機，就啊哈就是已經是客家，I 卡就是愛客家，係錯。
到底是有多愛客家，多愛以外客家。我們就是要而且勝敗地圖，勝敗讀那個客家全宇宙該這個地圖哦，今天根本一直是讀客家，你個 AI 又會客家，所以你要了解是讀地圖，你要了解懂等一下個啊哈，然後愛卡是做得讓你對法。係，記得動強哦，記得不論係啊哈，無論愛卡吼，記兩啥吼，記就會講實驗強，又會講學習強。你全部做得輕機講，你不如講你想輕機，你想向愛卡講學習強，你就做得其他線，其他來線，佢就其他為佢講嘅。哦，所以講來講去吼，到底幾好容易？你哋說你容易下錯麼？像前面講要準備電腦吼，準備電腦意思係講，因為現場用電腦好方便啊，係冇啱咪做得用手機吼，同大家你用嘅東西係乜嘅？都不下用電腦，咪做得用 iPad 啊，做得反正你做得用條隻 app 是做得，所以你一下咧對我來講，我當然攞去打嘴鼓啊，因為打嘴鼓是最你第一個語言嘛，哈，所以。告訴你有一些緊張咯，因為印地嗰邊冇買問題。我希望啊哈啦，愛卡基本上怪掉。因為你真心話唔係基本容易，因為其實係一隻機器人嘛，錯冇？所以我哋先嚟問一下好冇？做得好，準備好咧哈。請問桃園有什麼好玩的地方？請你介紹給我，謝謝。哇，緊張，幾大上咧！桃園有咁多好搞嘅地方，像係睇海路街、龍潭客家文化館、東燕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也有，都千得的熱氣。有興趣去哪種類型嘅地方呢？先定一下，因為我係我上去繼續問下，因為我有一種想那個考倒的感覺，考棒的感覺，所以我那個打嘴鼓有兩種功能，一種係我解析動想，第一種我想要考試，我就看應該是考你第幾道，很有意思哎。聽我講哦，你係唔係我提起白門，可是我得到答案真的沒有一樣，對不對？因為我意思係講從該行我有談到嘛該，先拿遊樂器。比如基本問講你，譬如基本問你有興趣係哪一種類型，所以其實你冇嘅方式冇強去考試咪本身冇強嘅。即係講非要持續嚟學習啊，有得你同。因為其實因為而家 AI 哈，因為因為資料庫地位動到哈，比如講基本上來不了哈，因為其實頭咧就買學教嘅地方，就讓我講嘅。其實所以你問嘅時間，我其實當緊張。啊，真係。因為唔知佢第一把會飛彈埋嘅東西，不過飛彈嘅東西已經全部係臭嘅東西啦。係因為哦，你要當重要。因為老實講，你拄到你唔知嘅問題，嚇，因為老佢講佢唔知，比如講你問佢問嘅叫佢講唔知，比如講你問佢講，今日天師娘辦。哦。因為你阿個 AI 佢係連到個氣象局嗰樣地個天師，係所以佢哋阿個講佢會輕易去。苗路當會差，係所以機會亂講，我啲先生意思講，佢唔會亂講，佢講佢真心啲，佢可能喺度講，哦，你係講問下天師，我建議你去，哦，去越嚟越差，哦，哇，大家要知道，咁樣嘅機器人真係當厲害嗬，我家下用翻譯文機做得用下尾來演繹，嗬，非常嘅好教，還有乜嘅好教嘅內容聊下，你等下就嚟講。今日大家都曉嘅係突然睇客家聽你 AI 輕鬆學客語嘅一個最新嘅 app 吼，啱必須讓大家來見面了。突然間覺得很興奮，當問題真緊啊！因為做得到一個因為機器人然後打嘴鼓，還做得用下尾打嘴鼓，當難得咧，拜託一下，你英文又馬上又客語，是 NDU 聽聽。突然覺得好像快要飛起來了，不如來當問題。不過講到咧，其實因為我咪係突然人。所以吼，我哋阿弟講，突然要當到嘅客家人，你規則推翻同期，以來其實推翻係客家體育種，客家人體動。當然地圖要當到嘅新出名然後，你推白講外省，然後當到嘅出圈讀地圖，其實是一個非常融合的一個城市。但是當到因為講客話，然後又係當到客家人，所以我就要客家要突然嚟推行咁樣嘅
而且有非常介有意思。所以你有冇做兩隻桃園台客家？你是講你係 TAI 錯嗎？錯。好，你係 T 是桃園T 好，那 AI 就是 AI 嘅內同，所以你夾起來是台客家，好。你只有你知意義是講，第一則是主持人聽話講誒，你桃園係全國客家人最多嘅人士，好，所以兩則內同也係講，你底下全球第一則你做得用漢語來 AI 對話嘅內同，好，所以兩東南的你就兩成果。我覺得很棒，而且動站的我用英講啲嘛，因為其中聽說啲嘛，因為你係講因為學客家戲要當到個人嚟講，下半邊用英講啫，就係你個劇本要冇推詞用翻譯先釀下，釀出來冇聽說幾時找得讓你翻譯，當然。AI 當然在語氣上是冇強，我們講還是有，大家對你來講係動好嘅好心，然後你自己再去拿捏你自己，你才可以容易表現嘅語氣。我覺得基礎嘅發音，做得門最起碼基礎嘅發音，因為阿不然動上係配推詞，改聲定用改聲，冇人學門嘅些最起碼是做得到咧8%拿出來。這是我剛剛突然間有按用改講述啦。咁個講到咧吼，我哋其實做咧當然有當到嘅困難吼，咁個基本嘅講困難。聽說講睇啦，吼，家下公告嘅時間，嘅兩間意思開始開會，用於咧講，用於咧改善，用於咧改進，用於變到更好。所以我問嘅是，其實你用於咧推行啊，你都為咗個計劃係乜嘅，還要持續優化從麼？你兩隻內同正式推出之後呢，你會做空戰到陸戰。哎呦，空戰是講。我會拜託義理，吼，本來你讓你宣傳啦，吼，就係講我去上廣播節目啦，吼，就係空戰嘅部分。陸戰是講你會去學校，吼，去教線上老學生用辦來用兩張內同，非常重要。就係講你會去老新春市協會，吼，老基教基就講用辦到你嘅教學地位度來用兩張內同，所以你到封測嘅時間，我是有撈兩張內同提供本新春市撈行業線上，佢就是下轉來本來講。很繞數哦，很好用。學到捱，意思是講佢係正面嘅回饋，正面嘅教學地位度，你是會用到。種教授兩篇，佢也就動到嘅線上撈佢講其他意見。其實大家對人家好，像持續動好用嘛，未動到其他。好，比如講，佢都用嘅時間，比如講兩萬。學期會結束嘅嚇，佢學生係要學要點學語嘛嚇，跟住咧弄啲地步嘅叫做闖關遊戲，嚇喺佢講嚇，一般是要佢線上學很少 Q 動到嘅嚇，我講因為啲闖關一次嚇就可以得到一個徽章，然後3個徽章呢就可以得到一個神秘的一個大禮，動態嘅台獎我佢線上應該學生嚟講，你要拿到那個大獎的時候才給他看。本線上考，好，線上考到個兩學期都做一個哈，所以佢都動什麼來吃的，都來玩這個遊戲。學生其實沒動放心的，佢窮人來搞啊，佢到個教室地方，佢窮人來搞，一關一關這樣闖關這樣子。哇！燙到的時候啊，先講之後動風雨，雖然當初是走到動條，不過看到學生嘅小朋友玩學習的時間。好，就將 AI 聽人機，可以邊玩遊戲，然後邊學習客語。Endo 之後講我們這努力就是值得的。好，大家聽說因為愛球動都改星球都是一個痛苦的堆疊，這是人生座右銘啊！你這期待呀，非常來說，沒有某嘛個事情，看鬆鬆，某痛苦嘅最尾是哇，有個動好嘅理想嘅態心，至少愛係愛用感覺啦。人生不輕鬆啦，不過你學漢語就得輕鬆。不得不畏懼，這樣拍個手，冇拜託提出咩本你叫做報銷，係做得了解線上講意思啦。因為其實開發嘅狗場挺手動辛苦，所以持續優化中，從從你
開始發表之後，你是為收集動到線上的意見哈。睇下假如老中學書講，所有的意見你寫起來，哈，今年你嘅計劃是講所有的倆意見哈，你用辦去去蕪存菁，好加到你嘅厲害內容，唔管是講你嘅題目會增加，然後講你嘅功能會增加，好，這個都後續要經過討論。我有隻想法，我的想法是，強講，請持續優化。冇啦，意思是講，我的想法是講，我覺得很動好，因為我像做得用學位落去打嘴鼓，對我來講，我像係講我想精進嘅學位，我覺得這對我很有幫助。可是大家會講笑講啊，一定你做得去會基礎嘅對法會講咧，我像你就是想進步的時候，你冇可能提緊輕性上，你懂不？哈是做得講，我哋講係進性法。尤其係我很重視翻譯的功能，到重視翻譯嘅功能，所以可能資料庫未來也希望大家相輔幫助，可能對相輔幫助，因為這就是一個語言的資料庫嘛，你應該資料庫相輔幫助做啲本機，你知道，等於是我們去培養它，培養佢變成有很好多嘅資料度地圖，所以是做得越來越好。從去年你客家去新加坡，以9年為時間，新加坡嘅客家嘅客家人所講，佢係老一輩嘅，吼，佢係講你下到新加坡嘅後生人唔會講啊，好，唔單淨係新加坡，國外的應講第2台、第3台，冇可能會講啊，冇意外，冇意外，錯，係啊，咁去年我是講，你今年發表了這內容之後，我是在提供俾你，好，你是在教，到副卡你在教你伢來伢某伢順，好，本機都有做得到台灣之外嘅提起，也做得來學行業。我想非常好嘅，因為我講文先生可能你有認識佢，因為有佢嘅聯絡方式，佢到台灣，你喺度外國，因為你喺就市場，你看東西嚟講，你到 YT 看，佢哪部都看得到嘛。所以我聽日我問嘅係，我要如何我用音傾倒了解內容？我用鄉親朋友看基本嘅提示，哦，我啲，我係用音擁有，我用音有機。你跳下主持人有講吼，你有電腦、有手機、有 iPad、有平板，全部做得好。你是到搜尋。桃園台客家，好，然後講你是你桃園客家事務局的冠名，是走對的，所以這是我們就是一個線上形容是走對的啊，所以根本其實是從邱總講的，去到新加坡就是你只要送名，對不對？送名，然後搜尋給你樣必是走得容，而且。你隨湊巧人湊公差，隨時都做得容易，手機拿出來是做得容易。好，我相信看基本的節目已經聽說收播動態，不過呢，因為我為什麼會好像匆匆結束呢？因為呢，羅偉羅，你節目已經聽說不可以逃過我們這個快問快答這個復習卡拉 OK，因為總是想要你唱歌，比梁漢好難，所以講。係講有，也就快問快答吼，做咩上鐵橋喎？做咩上鐵橋喎？請問一下，係講有外國人上嚟學客家話，你提議上嚟教幾乜嘅？講對了。pass 過。施夢一過，其實蠻沒有創意的呢，對吧？沒有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有在節目上講，走得對兩位大不敬，好嗎？我還沒地位告了，不過真的蠻沒有創意，講對了，然後施夢一，好，等一下，如果想要。想的咋個再就是教別的，我們先進行第2題哈，因為我怕我會錯過題目。大家一定都好是客家菜嘛哈，喜愛2選1，請問一下，財報讓野版？財報。哦，真的耶，大家都先財報，因為聊好多係嗎？好，拍攝，再還有一題，你都聊到東南，我沒想講，請問一下，常講一下客家人長地的習慣用語，聽不懂對不對？俺哋比如講高麗菜，大家會講乜嘅？玻璃菜。對啊，所以呢，你要吃玻璃菜嗎？有嗎？你們有安用改定樣嗎？以下想走到吼，你知道我局長，你知道我意思啊？就是我們好，只剩30秒，我再提醒一下，人家咋個提醒大家好嗎？油紙袋。油紙咯。我們是會說你有油紙袋嗎？提醒，這樣是不是可以激發性上 AI 的靈感？
我還想不到。沒有什麼，我說想到，好，一里，我們住兩隔壁呀，兩隔壁，兩隔壁，我們兩個沒動位呢，應該佛祖在那裡轉開來嘛，轉開來，前面轉，天氣昨天轉一下麼？是不是？沒有啦，就是比較搞笑啦。好啦，總言之，總共來講，非常感謝邱總，然後搞笑咧都兩篇，吼，咧送你的節目咧，然後大家分享安好嘅消息，也希望講所有嘅鄉親朋友，你下是做啲。啱先就啲家家嚟體驗下，當然嘛，係突然睇下家啊，輕鬆天然 AI 輕鬆學行業，好，感謝兩三類到兩片，要唔要再個繞牆睇家，好冇？好，然後咧，叫下咧做人堂了。繞牆睇家來到不係來呢個免術傾雜，還有添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，還有攞兩個樣片傾雜分享出去本睇家哦。